春節放爆竹就係中國人嘅傳統喜慶，不過由於空氣污染一直惡化，北京今年呢就縮短咗售賣煙花爆竹嘅時間，銷售點呢亦都比舊年減少咗嘅。係啊，至於喺上海呢就更加嚴啦，當局一早勒令唔准喺市區放爆竹，有市民呢就改行踩氣球，諗住搞下氣氛咁，點知最後呢都被鄰居報警投訴。再由駐北京記者李盼龍帶大家睇下。爆竹一聲除舊歲，煙花爆竹都係內地過年唔少得㗎。農曆除夕，北京市內大街小巷煙花爆竹聲此起彼落。很多很吉祥的，包括比如說像這個孔雀開屏然後是希望全家人能夠在新的一年裡面吉祥如意。好看呀！你自己敢放嗎？我不敢放，因為那個太危險了。每年春節放煙花，就中國的那個傳統習性，就代表喜慶。經常講的就猴年猴好運啊，就放着就希望有一個好運氣。為咗安全起見，平房密集區禁止燃放煙花，有大廈就俾煙花燒到冒煙，要出動消防員。霧霾天氣係北京一直面對嘅問題，為免空氣污染再惡化，今年北京除咗縮短售賣煙花嘅時間，銷售點亦都比舊年減少2成幾。為了這個人的生活，也得是減少點兒，也有好處，是吧？控制多了，現在都少多了。啲大型煙花咧就限量放一張到12嘅容器㗎，如果想應下節又唔想太破壞環境嘅話，就可以試下放下細嘅直直鳩。北京警方公布，除夕因為煙花而引起嘅54場火警，其中9人受傷，比往年大幅減少3成。消防全部都取消休假候命。而上海為咗減少空氣污染，全市禁放煙花，出動近1000名志願者，以人海戰術防止居民放煙花。每個大堂口都設置1名保安，加上我和經理都在。上海街頭全部都冷冷清清。上海市話，上海外環以內基本實現零煙花，外環外面嘅指定燃放區放煙花嘅數量明顯減少。往年要花大量人力清理煙花預泄嘅情況亦都唔再見到。環境監測中心話，上海周邊地區除夕全部重度污染，但上海市中心就達到中度污染，空氣有所改善。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李盼龍報道。